咱搁继续上北来看，这中华农民呢，同款是趁这风雨还未到进前，赶紧来采收。农会也提早来开放采购公牛。另外，这种葱仔的甲种花仔菜的呢，是表示讲菜色拢是真惊水，所以已经提早来穿好抽水机，加强排水的系统，希望会当降低灾害。 即阵当时中华地区离期稻作的收割期，但是拄到风台来扰乱，农民烦恼会影响收成。这2日拢赶工来挂稻啊，参会农会原本拜三才要收公牛，嘛提早来收。做事人拢要看这厝啊，迄款的猪啊，你食清的啊。若去互太去就爱迄款的食饭夹的人啊。做红台本大主要了，这做事人就辛苦，看风台要来啊惊，大水要来啊。这厝的风台吼，咱嘛是爱真注意啦吼。啊，所以咱的农友如果若挂会起来、收会起来，咱农会就会甲农友收工。除了种稻的农民无用咧采收，种葱仔甲花仔菜农民嘛赶来田的损失。农民表示，顶边单那是风台甲3分地葱仔拢扫了，新种落去的这区葱，搁10外工就会当采收。这道特别准备2台抽水机，加强排水系统。听着风台讲要来的时阵吼。 我紧甲传来遮，因为前一摆的时阵风台，等雨水的时阵淹大水，规个拢烂了。大偌大？花仔菜即摆即几工的绩效有较好小看，但是若风台影响啊愈大，可能菜价更加悬。 台湾过去真罕咧，伫11月出现风台，农民表示原本应该是稳当的收成，即便拄到风台，大家拢唔敢大意，会当收成的赶紧收，加强排水等措施，希望降低风台可能带来灾害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